收看因果禅灵红宝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大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大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。敢讲伊一条比我一条比伊更较好。耀文啊，哎呀，你惊都无惊好个安尼，哦，拢互你听一个，目睭是去落地啊，藏的哦。君伟啊，歹势啦，我是送一寡吼苏州点心、比林饼要李夫人食呢。苏州点心米林饼，来我来倒去哦。吼，那这我有下来。米林饼啊，我这时阵啊需要变米林啦。吼，来我倒去哦。歹势，来，谢谢你哈，谢谢。哎，君伟啊，这敢是你的物件？这啊，我来做中。哎呦，这人胖起就嗨，多谢哈。头天换日爱安排，歹心用价你命运改，月中照白会失败，天理昭昭你报应来呀，报应来。小姐，你先转啦！你先转。我嘛唔知是安怎，我拄则啉完你放来安尼药啊，巴肚就开始疼起来。小姐，你啉来一个，我今日叫陈大夫来。相公，你伫底？奇怪，无风透入来，这垃圾火哪会火起？公主啊，公主，你别去死啦，公主，你别去死啦，公主。就是这件故事。原来前世，灵公就是救阿美一命。奇怪，哪会安尼？陈大夫，你小姐有要紧无？
真危险，夫人恐惊楼梯。是老天，我用心计较，所有的计划都安尼来乌有去啊！我是要怎遮好嘞？对，我赶紧来去找伊。一声，原来是你，老和尚，你赶紧给我出来！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老和尚。我即摆是要来救阿美的，你真甲我阻挡，万一若是袂去，伊受生命危险嘞！阿美敢是你上爱害的人，你要去救伊，安尼才对。老和尚，我求你，你紧放我走，我要救阿美，若无伊是会楼梯而死。啊，当这出戏都你上爱搬的啊，你拢去害阿美。阿燕来大悲伤，这敢不是你上欢喜的？我不会因为我的失丧，会死在我的计谋之中。那呢，我是我的不甘，而且以后伊的灵魂卖甲我怨叹啊！大顶世人就怨叹你甲真骂啦！你去救伊，人敢会感激你？老和尚，你嘛有白讲，将世阿明是死在我的手内，虽然不是死在你的手头。是死伫你的奸计，不但害死你的思愿，又搁害死天下百万的众生。老和尚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我真来人叮当，我一定跪来求你。跪来求我？是啊，我问你咧，是安怎你安尼一定要去救阿美？已经3世，我拢一直咧暗恋阿美。原来是一片的痴情哦！我一定袂习惯别人爱你，我嘛一直咧怨叹家己，我都该做阿某。我会嫉妒阿燕，完全是因为我爱阿美。痴情啊，痴情！孽债啊，孽债！罢了。大和尚，多谢你。真耽误，阮小姐哪会伫咧老岁啦？你得想办法救阮小姐。我已经尽最大的力量，也毋过话嘛是止袂掉啊。袂使啦，你得去想办法救阮小姐，我求你啦。回去经济啊，回去经济。好佳哉，我早一步赶来，若无恐惊遗憾万年。哎呦，迄花奶流遐济啊！老夫人，将军夫人差成个老体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！老甲少年的混混气，这是要安怎来处理？啊，将军唔知去倒位，害我亲像落鼎戏。定真诶，到底是咧急什么安尼弄弄细安尼？将军大人啊，代志满啦，老夫人啊头体去啊啦！啊？我哪娘老天？你讲啥？老夫人？爱讲唔对，唔是啦，将军大人，我是讲大夫人啦，唔知是要安怎食什么药啊，煞去老体啦！阿美老天，嘿啊！阿美！将军大人啊！哎呦，我话讲一半就做走，我都还未讲完呢，等我啦！阿美，阿美谁来老天？哎，唔是啦，将军大人，伊无老体啦。啊，无你拄则来讲老天啦？哎呦，我拄著讲一半，你就做你走，我是讲哦，伊血流足济啦。小姐谁来老的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只是用阮小姐食安胎药啊，食安胎药谁来流血啦？食什么安胎药嘞？将军大人啊，大夫都有诊断过啊，这药啊嘛是大夫开的，对唔对？大夫本身都无啥啥，你即摆问个小云哦，伊嘛唔知啥物原因啦。好，我甲你交代，对这件件好照顾你夫人。阿娘，你放心啦，
大夫有讲过，大姐的肺已经死啊，无性命危险。真是了。阿美有这款才艺，拢是我逼伊生后生。假使伊若有啥物不幸，这拢是我害伊的。安尼啊，拄则我有去看过阿美，还有精神无？阿美，其实伊为着无生后生以外，伊啥物拢好。这10几年来，伊有效相夫教子，厝内大大小小的代志，伊拢处理甲真舒适，拢毋免互我操心。要来会知影讲伊有死的时阵，算来，阿燕啊，我实在真唔甘啊！阿丽，我嘛是同款，足唔甘的。讲是讲准爱讲人，爱。声落好照顾，因的照天公伯，我本来是一番的好意，想要甲阮小姐安泰，想要到却来害着伊。天公伯啊，我拜托你用我的性命，来我当阮小姐会当平安康健，拜托拜托。小等下，新公主，你害阿美老体，你是要跳井自杀来解我代志？不是，新公主，我毋是这意思，我是要用我家己的性命，来换阮小姐的寿命。我问你，你现在要偷去古法的安泰病？我是要甲阮小姐安泰。我想起来，原来你互顶前去贴安泰病，不是安泰药，是老太药啊！既然你知影我的秘密，要你不得。吴如仙啊！小云，你在创啥啦？小云，创啥物代志？小云，你想袂开，跳井自杀啦！我要甲救，啊，都袂赴啊！跳落去啊！小云跳落去！是啊！哎呦，伊哪无代为去自杀啦？奇怪，小云哪从啥来？拜见菩萨。什么代志？比如小云拜见老禅师，阮去老禅师咧做主，将我性命还阮小姐的寿命。小云，难得你有这份报恩的心，真好真好。原本你自杀是爱到往死城去受苦，真巧你阁会晓来要找我。好，我会特别为着你来拜托转轮殿的阎罗王，互你再度出世投胎。多谢老禅师，多谢老禅师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有恩报恩就免逍遥。欠债唔害你走袂掉，恩怨你会挡袂掉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心里为着要得到一个后事，的确足悲哀。大新妇阿明，伊为着食药啊，食到差一点仔就落体，查某囡仔，搁来投井自杀，这拢是心里的罪过。你若要还，就还心里，莫责罚阿明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阮阿娘若是有啥物罪过，就互灵公来承担所有的罪过。灵公啊，灵公，你哪会发这个愿？你家己有心，万一你若真是来替我担这个罪，发生意外，你叫阿娘到时阵是要安怎样我活落去？阿娘，
我既然已经嫁入来萧家，就是萧家的人，我应该有责任承担萧家所有的罪过。灵公，阿燕一定前3世烧好香，才会娶到你这个好家后。安尼啊，那是咱祖上有定，才当娶到灵公，伊遮尔只有菩萨的心肠，佮遮尔贤惠的媳妇。阿娘，你甲相公拢遮尔婀娜我更加歹势，我无法度替恁分忧，想好办法，互大姐醒起来。恁若一天心情唔好，我的心情嘛袂快活。讲囡仔咧，你即马讲这个话，都是替阮母仔囝分忧。你家己千万万都爱照顾你家己的身体，莫阁互阮烦恼吼。对啦，安尼啊，为着这个代志，我咧头昏昏脑顿顿，煞无想着保持禅师啦。对，赶紧咱来去找老禅师，通啊救阿美啊！嘿，免去啊，免去。吼，我讲老禅师哦，较是有厉害，真正是微博先知。恁讲要去哦，袂前讲尔，人伊的人已经到咱遮。真是的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老禅师啊，阮无上山去甲你拜访，即马煞麻烦你落山来，实在真失礼。哎呦，老夫人莫安尼讲，我也是应该的啦。病人上山伤麻烦，花生我本人亲眼观，看伊病情生啥款，一针见血是免麻烦啦，免麻烦。咱安尼感谢保持禅师，赶紧跟我来。免烦恼，免烦恼，行。这个药是有食落，那全部是逆境走用。保持禅师，食安胎药，哪会逆境走用？敢会食唔到药啊？小云才会自杀。都对，我对你感觉足奇怪，这小云伊自杀的理由是安怎？啊无敢会是伊有大份人食药啊，是去食唔到了？小云是一个真忠心的查某囡仔，这10几年来，伊拢毋捌出差错。老禅师啊，伊敢真是会去食唔到药啊？哎，真正是去摕唔到药啦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。声若好才有好，因的招牌。哎呀，可小云实在有影太糊涂，哼！实在有影这个夭寿短命，咱对伊这么好，伊竟然敢安尼对待咱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咯，老夫人啊，小云对恁的忠心一直是无变，只是敢若伊去偷摕唔到秘方尔，咱吼唔通冤枉伊。伊是偷摕什么秘方？啊无吼，伊敢会是去摕唔到，去摕到我的秘方啊？阿姐，伊是偷摕你什么秘方？我想者，对啦！迄一天的时阵哦，伊摕迄点心哦，伊故意安尼甲弄一个，互我啊安尼跋倒，啊结果我迄药哦，药贴倒咧涂骹，伊可能甲我换过，安尼是安尼无唔对啦。阿姐，小云就是摕到你的秘方，叫大姐食，所以才会食到闹体去。对啦，定真诶，你这个秘方是对倒位来？我这病哦，啊，就是伊，哎呦，可恶！伊害我放伊说，我来找伊算账，阿姐，实在有影真大胆，竟然有人暗中偷摕假兵，要来陷害阿美老体啊！安尼啊，这条药啊，唔是要害阿美，是要害灵光老体。因为小云唔知影，家顶这个头换，所以才去害着阿美。阿弥陀佛。错中有错又换过，鸟掠鸟鼠鼠夹鸟，冤冤相报是何时了？一粒落单烦恼消。感谢保持禅师，
解救良药，地主全家感恩不尽。无啦，收当袂起，收当袂起，起来，紧嘞！药啊，紧互阿美食较要紧。胡德先慢走，吼，胡德先。奇怪，我世界拢找无人，啊是走去倒位啊？吼，小狗狗走安尼啊？气死！哎呦，啊这哪有狗毛？啊这个有狗毛？哎呦，安尼遮济？啊这个有？哎呦，啊这拢狗毛？心药啊，系啊，心药原来就是狗车变的是无？哎呦，这个买嘞，这个狗毛。我赶紧想一个办法化解，若无我的感冒会落了了。有残有愧消恶因，无怨无仇种善因。苦心用计手有用，北寒地狱享薄冰。掠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